喂，頭先我哋食完好嘢啊，不如呢個時候帶你認識下平洲呢個地方啦。嗱，你估唔到呢度人少少啦，都有間咁莊嚴嘅廟宇喎。咁你知唔知點解要起呢間廟宇呢？唔知咧。話說咧，早年嘅平洲嘅居民咧，都係以捕魚為生嘅喎。咁而呢啲漁民咧，都係信奉天后嘅。咁佢哋咧希望風調雨順、平平安安，咁所以咧就夾錢起咗呢間廟宇啦。有關建廟年份，據廟入邊嘅碑文顯示，天后廟建於清朝嘉慶戊午年，即係1798年。廟裏面自有長5尺半嘅魚肋骨。據講呢條骨係8年前漁民擺喺廟裏面奉獻天后用嘅。廟裏面亦都供奉咗一壇香木，據稱咧有辟邪嘅作用。而廟裏面而家仍然存放住鑄於乾隆17年嘅銅鐘，同埋道光12年嘅重修碑記。咁古色古香咧，絕對係歷史悠久嘅喎。睇完呢一個咁莊嚴嘅廟宇咧，就帶你睇一個好有代表性嘅歷史地標，交俾你啦，俾你。嗱，呢個地標咧就叫做鳳禁風船碑，帶你過去睇下先。其實咧，鳳禁風船碑咧就係呢個清朝道光15年，即係1835年嗰陣時建造嘅。嗱，話說咧，清代時期由於官權過大，每逢遇到一啲貨物運送啊，或者有啲漁民需要出海嘅話咧，佢哋都唔理3721咧，就當佢海盜噶，仲夾硬徵用佢哋當時嘅漁民嗰啲船，令到啲漁民生活咧就非常之困苦噶。咁所謂風船，咁啊係乜嘢意思咧？即係話官府咧徵用佢哋嘅漁船就叫風船啦。其後平洲嘅居民咧就寫信去當時嘅政府，咁啊政府咧受到民眾嘅壓力底下咧，就勒令要當地嘅官員啊唔可以再徵用當地漁船作為其他用途。自此之後咧，平洲嘅居民佢哋生活咧就好咗好多啦。咁而且咧佢哋仲將嗰個公文咧就刻成石碑，永留後世。哇！真係快而準啊！梗係啦。